对我多么重要，是我一直的依靠。离不开了你就好，最难过是习惯，知不知道？送给你们啦，你们最喜欢的，你最重要。好啦，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箱子，有没有看到一个三角形呢？这边这个就是我刚刚丢出来的衣服，觉得还再想一下，到底是要还是不要的。我现在就要把这些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做最后的这个决定。可是呢，因为犹豫不决嘛，没有什么答案，所以我需要有一个人来 care 推我一把。所以等一下我就会犹豫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编就会帮我举圈或茶来征询他的意见。好啦，开始喽。这个冬天是穿的有点冷啊，脚会着凉。可是这颜色蛮特别的吧？我觉得。小编觉得呢？觉得留着啊？你怕不怕我着凉啊？好，留着。再来这件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阿嬷的花布。哦，哎，我找不到她的头哎，等一下。哦，在这里。它是一件裙子啊，是一件洋装这样子，很飘逸，女神降临。是吗？是这样讲吗？啊，不是啊，它是一件裙子，然后呢，它有点做一点就是睡衣感，有垂坠感，所以就会走路有风。这个蛮薄的，但是颜色穿起来蛮显白的，我觉得好像可以留一下吧。好啦，把它先留着好了。再来这个，哎呦。这件真的是，我这件衣服真的留了很久，我这也是穿过1、2次，因为一开始收到的时候，我舍不得穿，我就觉得就是朋友送的生日礼物嘛，就是爱惜它，就爱惜到最后，你知道白色衣服很容易会有点状况，然后到现在它就是穿过了1次而已，就一直收着，它是有意义的，而且这是朋友从英国买回来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小编觉得这种东西要留下来吗？觉得留下来，好。那我是不是要把它先裱个框啊？不然白色衣服会脏哎。感觉这种东西好啊，有意义价值就要留下来。还有这个外套，它是一件薄外套，这个很适合夏天的时候要防晒，不要晒太阳的时候就可以穿。可是它穿有一点久了，所以有点历史的痕迹。这个好像需要小编协助我一下，因为我舍不得丢，可是又觉得该换一下新的了。擦就是丢掉，好丢掉。怎么办？有点舍不得，舍不得。好，不要，先不要。哎呦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件上衣。这件上衣我真的是没有穿过，当时都觉得它很可爱，可是后来发现有点可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很像陕西翼，超像陕西翼的，所以我就没有再穿过它。它刚好套在脖子这里耶，然后又有点太可爱了，我觉得我好像太丑陋，不适合我。而且这是怎样？这里2条线，这是要怎样？调戏员外？哎呀，讨厌！不是啊，还是要绑在这里，打蝴蝶结，领那个狗项圈。这个可以不要了吧？我自己决定不要。我觉得小编觉得呢，以女生的角度丢掉。好。哦，这个，来这个，每个人都一定要必备，女孩必备。OK， 它的贴身穿了是蛮显身材的。如果身材好的话，男生就觉得哇，好瘦哦，腰瘦。可是女生就是冬天穿的时候，其实肚子蛮凉的，很容易着凉，巴都甜。这个小编觉得留不留？留啊，留。好，再来这个粉红色，我好像很多粉红色衣服粉红色的这件衣服，我觉得就是它很棒，是因为它有一个剪裁，很少这种长版的衣服会有这种剪裁，穿起来蛮显瘦的。可是它有点无趣，就是了，蛮单调的。这感觉如果有男朋友的话，跟男朋友约会好像可以穿的，就去踏青的时候。好啦，留，等交男朋友再说，好不好？
之后就把它丢掉。等下这个我这样问一下小编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太主观了，这个有时候太潮流，可是穿起来又好像很奇怪。小编觉得这个呢，这是我之前为了拍影片买的。圈叉，好，那我们就跟他说再见啦。哦，这个裤子来，又是一件有造型的裤子。这个裤子呢，是某一次我跟我妹在逛士林夜市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温柔小姐姐想要找寻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裤子，但是我一次都没有穿过，因为它这个很柔软，不太好搭。应该不是说这样柔软不太好搭，应该是说它的颜色不是那么容易搭配，可是又有一点造型，所以你如果今天想要素素的穿件素 T 搭的话是很 OK 的。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穿到它次数真的很少，极少，也是穿一次而已。小编觉得它丢掉，好，都买。好了，最后了，哦，这个我觉得，等一下，我先问小编意见。小编，你觉得这个要留还是不留？这是有意义的哦。这个刚好我真的 pick me up， 你知道吗？这是有意义的，这是偶像周边，还有印着那个大大的 logo。小编觉得呢？我先听一下你的想法。觉得要丢掉？不行，我偏要把它收起来，留着表框。好啦，我们三角形这箱已经整理完了，然后这些是不要的，所以我们就要一并丢到不要的这个箱子里面，跟他说再见啦。三角形的部分我们整理完了，现在这一箱大家看到吗？它是一个圈圈，就是我还要的衣服。我觉得就是整理这个衣服啊，有时候啊不是只有换季，其实有时候也是整理一下心情。其实我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想要一个人在家，然后就开始整理这些衣服。你要在折这个衣服的同时，你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转圈圈吗？这个好 hip hop 片，有的时候我也蛮想当 hip hop 片，还蛮酷的吧？今天很冷哟，我觉得 freestyle 变简单了，这是裙子。一边整理可以一边发现自己到底都买了些什么东西，我就可以再想一下我下一个礼拜可以穿什么衣服了。好吧，不错。哇哦，这是桌巾，美丽的桌巾。这个你会觉得这个穿在路上会很浮夸吗？小编觉得这个浮夸吗？浮夸吗？如果一个就是只是，比如说你骑欧兜拜，然后停红绿灯，看一个女生穿这个走过去，你会觉得这女的是这样神经病。你这样叫我怎么穿出去？我吊牌都还没剪，小编不懂得欣赏，不行。那我先收起来，终有一天我就会穿这出去。在路上看到的就是我，没错，这是我本人。请记得跟我说嗨。这个很酷哎，我要想一下，我少买这件衣服好不好？因为我喜欢全这种 Get your crayon， Get your crayon， 所以我就买了这件衣服。好了，这样全部都整理完了。哇呀！我们现在要来算一下，叉这里面今天丢了多少件。来，算了。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
总共61件衣服，再加一个包。这些如果全部都是现金返还给我的话，那有多么快乐呢？好啦，也重新审视一下自己钱都花去哪里，也是不错啦。现在整理完所有东西，要把东西归位回我的衣柜里面。然后刚整理的同时，我也就是检查了一下，这一叠是新的衣服，也是冬天的，我就慢慢把它归位。
稍微再看一下我到底买了什么东西。这样子给它放进去，进去。我有一点就是奇怪怪癖，就是要放的时候要么就是把它放好啦，就是这样。我喜欢一件一件叠好，跟叠积木一样。OK， 好，下一道裙子。你知道这样放好的话，要找衣服的话也比较好找。只要看到那个颜色，就大概会知道这件是什么东西，是不是？很有规律哈。OK， 再来一个厚的裤子，把它放在这。哎呦呀！嘿。棒，牛仔裤比较常穿，就可以放在下面，更 nice。好，最后的这个是牛仔短裤，呀，还有吗？没了。好了，下半身整理完了，看起来非常整齐，很赞。这个比较亮色系的衣服可以放里面一点。亮色系衣服就是取决于重要场合穿，是这样吗？然后平时像那种比较深色朴素一点的，放上面一点，照着感觉走，这一点，跟着感觉走。我习惯把比较厚一点的衣服放在上面，因为有一种厚实感。乱讲的，好啦，就是纯属个人习惯，我会把这种比较厚的在这里，然后下面放一些比较薄的，也比较日常穿的，因为这个高度比较刚好拿。짜잔！我的衣柜整理好了，它也跟着天气进入了冬天，看得出来吧？今天呢，大家跟着我一起这样做这个整理衣服的动作，还有断舍离的部分，有没有觉得很有趣？有没有让你们也突然激起一股我也想要来整理我的衣柜了这种想法？我今天整理很多衣服是不要的，当然有些其实是我根本没有穿过，或者是根本买了也没有机会穿到，或是根本不适合自己的衣服。但这些衣服其实丢掉是非常的浪费，所以呢，下一集我们就要带大家去看看这些衣服，它没有被浪费掉，没有就这样不见了。我们要看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功用，所以我们就下一集见，拜拜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小智 Kido， 唯一所有所得都会捐出去做爱心，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看哦。而且来翻翻看哦，有可以玩小游戏哦，都可以来看看哦。欢迎大家来看看，一起做爱心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爱心，所有所得都会捐出去做公益哦。欢迎大家来看看，所有所得都会捐出去做公益哦。欢迎大家一起来做爱心。我真的很凄凉，请那个编辑的时候帮我唱一下枫叶。